克斯以及比利伯登。好，另一位来自威尔士球星克里斯纳斯维亚，现在他们将会和对。拍下可以吗？拿来瞧，拿来瞧。好，现在他们威尔士更希望哦，我跟。教练员和我们的球星来进行引导。现在大家可以将撩起来，撩起来，撩起来，撩起来！哟So me and you together. 我们两个一起 Together. together 懂不懂？ Pass the ball. 聊， Then you go. 妈的，吃中我蛋了！ I go for post. Okay. That's it. Come back post. 好吧。您的足球回赠给市体育局，我们也会永久保留这份赠送给我们的3位领导，谢谢。来，再次有请我的媒体朋友们记录下这一珍贵的一刻。